今天讲的是九灵元圣，对吧？这个叫玉华州吧，我这印象好，应该是玉华州，对吧？就是那个前面孙悟空啊，他们试图从那个隐雾山遮越连环洞，后面对吧？那个是孙悟空啊，就把自己过去的黑历史给处理一下，掩盖一下，对吧？把以前的那些见证人呢，该处理的处理掉了，就是那个豹子精啊，后面。到了凤仙郡，对吧？这个地方，孙悟空调和了一下这个玉帝和佛祖之间的这种斗争嘛，对吧？玉帝主要是让佛祖知道谁是真正的老大，对吧？就得在你这地盘上，让你给你，对吧？是龙，你得给我盘着；是虎，你得给我卧着，就这意思啊，对吧？好，凤仙郡求雨完之后，出来搞事的是道家，道家又得来警告一下，对吧？你们不要蹬鼻子上脸。这个我已经忍耐很久了，对吧？这个你这个取经成功啊，是不是啊？这个叫玉华州啊，这个玉华州特别有意思啊。这个孙悟空啊，跟他师傅几个人到了玉华州之后，然后这个也刚开始又是一顿这个心经啊教育啊，现场给这个唐僧啊，对吧？教育他心经，完了之后，唐僧又问他说前面那什么地方？孙悟空说我去看看。好，他们去看了之后，就遇到一个老者啊，住到一个一个招待所吧，一个老者，他就问那个老者，哎，这是什么地方？那老头就跟他说，哎，长老啊，这个我们这是是那个天竺那个一个边境一个州啊，叫玉华州，也在天竺了，离那个灵山越来越近，都是天竺境内。然后他就介绍说我们这个州啊，因为那个原著啊，我就不记得了啊。总之那个原著描写玉华州啊，非常的繁华。唐僧说了，像极了我们大唐，你知道吧？玉华州就跟大唐是一样的，那么繁华及那种景啊。然后那个老者就跟他说，这个玉华州的这个对吧？这个郡主吧，或者叫州主啊，非常这个勤政爱民，像他说唐太宗那样的。哎，唐僧听了很高兴。然后唐僧说赶紧对吧，把那个正式的服装换上，拿着度牒啊，拿着那些通关文书到州府去那个盖章。结果他去了之后啊。那个主人就问这个唐僧，他说你是哪来的？我说东土大唐，是吧？来，这个取经，西天取经。然后这个人家就非常感兴趣啊，说你从那么远的地方走到这儿，走了多远了？唐僧说，我一算14年了。他说那这个路有多远呢？唐僧说我也不知道多远，总之听说啊是108000里到那个灵山，现在差不多已经走了10万里了，还剩8000，大概这意思啊。然后这个这俩人聊起来了，就说哎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后来就招待他，设宴要招待他，那个唐僧就说了，我还仨徒弟呢。然后这个那个州长说那你赶紧把徒弟叫来吧。好，就派人去说把他徒弟叫来。结果人去了之后说你没有徒弟啊，没人。说这个倒是看见3个妖怪，一个是什么雷公脸，一个是长嘴，一个长得就是那个蓝脸妖怪。唐僧说那就是我徒弟，把他3人叫来。好了，这3人一来之后。然后他们就为了礼节啊，就是大家来了之后不说话呀然后唐僧说你怎么不打招呼啊？猪八戒就跟他打了招呼什么总之啊就为了礼节啊，孙悟空、沙僧跟唐僧啊就产生矛盾了。唐僧就这个孙悟空就说你看看你猪八戒啊，你看我就不说话，就听好吗？猪八戒打了个招呼，那个唐僧认为这个猪八戒不懂礼节，批评他。总之闹得就不愉快啊，不愉快。那个州主啊，这个郡主啊，他就回去了。回去之后，唐僧师徒几个人还在那吃呢。然后郡主回去之后呢，结果郡主有3儿子，这3儿子可有意思了。这3儿子一看他爸好像这个不是特别高兴，然后他3个儿子在外面啊都听说了，就他们都听说了，东土大唐来了一群和尚，一个是猴子，一个是猪八戒，一个是沙僧，像妖怪，你知道吧？然后这3个儿子他本来血气方刚的，觉得而且这3个儿子会点传脚，就会点功夫，你知道吧？就觉得自己爸爸。在那儿被几个妖怪耍了啊，所以他就跟他爸说我要去跟他会一会。他爸不让，郡主说不要去。结果这仨儿子不行，年轻气盛啊。这3个大儿子啊就巧了啊，大儿子使一个铁棒子，二儿子使一个钉耙，三儿子使一个这个法杖啊，就是跟沙僧的一样。你看就这么巧了，跑到那儿，他们几个在那儿正吃饭呢。然后他这3个儿子跑去就问你们都是什么人啊？跑来对吧？跑这儿撒野，也不看看。对吧？看看我这棒子认不认识？结果你想想，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吗？这孙悟空都笑了，你知道吗？说我这个棒子你认不认识？从耳朵里掏出来，对吧？然后他就耍开了，你知道吧？他就一下腾到天上，哗哗的耍。耍完之后，那个猪八戒也说来，把耳朵掏出来，不是耳朵，猪八戒的腰里把那个钉耙掏出来，你看这个你认不认识？猪八戒也就耍一把在天上，结果把那个钉耙放那儿，
对吧？让他们拿都拿不动，搬都搬不动，对吧？那个沙僧，对吧？那个武器也搬不动。结果这个3个儿子一看，对吧？遇到高人了，这3个人不错啊，一看这赶紧回去找他爸去了，跟他爸商量，说我要拜他为师。这3个人很厉害，说你刚才就那个郡主啊，他也看见了，你刚才那个猪八戒啊，他们在天上耍那个武器的时候啊，那个满天霞光啊，以为这个宇宙飞船来了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所以他们就在那看，结果那个3个儿子回来告诉他们说，哎，原来是那个3个长老在玩，说我们要拜他为师。然后那郡主一听，哎，这有志向，就带着他儿子去拜师。结果孙悟空啊，他们孙悟空就跟唐僧说啊，师傅决定说，孙悟空说，自从我啊五指山遇到你之后啊，我一直拜你为师，对吧？是你的徒弟，现在我收徒还得有这个祖师爷认可，对吧？猪八戒也说是的，对吧？然后那个沙僧他们都跟唐僧说，你唐僧做主，对吧？唐僧是师傅啊，现在收徒孙呢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说了，你要我也收个徒弟耍一耍，意思是孙悟空啊，他做唐僧的徒弟就是做反了，你知道吧？老是被唐僧收拾，老是被唐僧骂。他说我也收个徒弟，看看怎么样？我就是孙悟空就是想，我也想当个师傅看看行不行，对吧？看我当师傅怎么样？那唐僧说那好，对吧？你就收徒弟吧。好，就他们3个人一个人收一个啊。然后孙悟空就说了，说你们啊，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是凡人凡胎，对吧？你这武器你都用不了，太沉了，对吧？我这个对吧？这个金箍棒13000多斤吧，是吧？13500多斤好像是。那猪八戒的钉耙也得5000多斤吧，多少斤？总之你都耍不起来啊！说我先教你点法术，就是这个怎么样把力气提升，是吧？素质训练、体能训练。然后后来那3个徒弟就说了，就是对吧？要不这样子吧，他说你那个武器啊，我们也耍不了，对吧？要不这样子，我们到你那个武器啊，打一个小1号的山寨克隆一个，把斤两啊打轻一点。你那玩意儿10000多斤，我耍不起来，给打轻一点，对吧？照这样子，这孙悟空一听也对呀，可以，对吧？你打一个轻一点的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国王马上就安排啊买铁，安排全城的工匠、铁匠来在院子里面开始造炉子，开始烧这个炼铁啊，打这个兵器。然后让孙悟空啊、猪八戒他们3个人把兵器放在那儿做样子啊，对吧？要比照那个兵器去打呀，1比1的尺寸啊，那就是轻一点。哎，这孙悟空啊、猪八戒3个人就非常高兴啊，就走了。因为这个武器啊，它是离开他们主人之后啊，它就会冒出霞光，知道吧？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很多地方都写了啊，就那个钉耙被那妖怪搞到洞里去了之后，那整个洞里就放光，知道吧？因为它毕竟是宝物啊，所以这个3个人，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僧他们离开这个地方，没有离开，他就去客栈住着。离开武器之后，那武器就霞光万丈，结果惊动了啊70公里以外的一个妖精，那个叫豹子山虎口洞，叫黄狮精。他一看，我靠，那个州里面啊，那个霞光万丈，他就觉得那个有宝物，然后他就一阵风过来了。过来之后，一阵风把那3个宝物给卷走了，那个铁匠就吓坏了。我看这宝物没了，赶紧去报告，跟那个3个王子一报告，那3个王子也吓坏了，赶紧去找孙悟空吧，找猪八戒。猪八戒说不用查了，肯定是那个铁匠贪污了，把他打一顿，让他招出来。那这个铁匠说，那怎么可能，对吧？那玩意儿普通人拿不动啊，我也拿不动啊，铁匠也拿不动啊，那玩意儿谁能拿得动啊，是吧？你说铁匠，孙悟空对呀，孙悟空一听，那个郡主也来了啊，那孙悟空一听也对，孙悟空就知道这玩意儿不是普通人拿的，普通人拿不动啊，想贪污贪污不了。然后孙悟空就问那个郡主说，你这，那郡主就说了，他也说，他说这铁匠都是老实人，不可能贪污啊。那孙悟空就说，那你这附近有没有妖？有没有什么妖魔鬼怪？有没有听说过？那个郡主就说了，这个离这个70里。全说啊，那个豹子山虎口洞有妖怪。孙悟空一听，那就对了，对吧？那肯定是妖怪拿走了。所以孙悟空说，那我就先去看看。一飞啊，就到那个豹子山那个虎口洞。就到了豹子山之后啊，他正好巧了，对吧？看见有2个小妖在那聊天，边聊边走，对吧？然后他们说啊，哎，这孙悟空一听，哎，这妖怪说啊，然后说，哎呀，这我们大王最近真是走狗屎运呢，前几天得了个小美人。也不知道小美人是哪人啊，就得了一个小美人呢，一直在那把玩。今天又得了3件宝贝，大王要开钉耙宴啊，搞个钉耙之夜啊，武器展要搞武器展，对吧？要搞这个钉耙盛宴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就听见了，哇，那不就是这个事吗？对吧？孙悟空马上跟上去就变这个小蜜蜂，就跟着他后面听着，你知道吗？说啥？2个妖怪，一个叫刁钻古怪，一个叫古怪刁钻，这么2个人，奔波尔霸，霸波尔奔，知道吧？这2人边走就边聊啊。说哎呀，说这个大王要摆这个
啊，搞这个武器展，这个花不少钱。我们俩出来买东西，拿了20两，说我们俩还得可以到时候啊报花账，每个人还可以分一点钱，就贪污一点。完了我们俩一个人买套衣服，对吧？这俩小妖怪在那打算盘，说我们俩到集市上，我们俩这一个人再来一套衣服，你知道吧？过冬的衣服，岂不快哉？说我们买几头羊，到时候报花账，虚报，对吧？这个做假账。这个孙悟空一听就差不多了啊，然后孙悟空呢，他想起来也把这两个妖怪打死，结果突然一想，武器不在，没法打，好，他就跑到前面去了，对吧？变成个妖怪模样，然后就跟这两个妖怪人套话，对吧？就问他一些话，说大王在哪儿啊，对吧？洞在哪儿？等等一说啊，然后孙悟空用了个定身法，把这两个叫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给定住了。定完之后，把这两人扔到悬崖去，山下面去，给他扔下去了。完了，孙悟空就回到这个玉华州，找到猪八戒和沙僧还有那个州主啊，说我已经知道了，说这个是那个妖怪拿走了，完了他们要办这个钉耙盛宴，搞武器展。好，他说啊，他们还买猪买羊，这样，他跟猪八戒两人变成刁钻古怪或古怪刁钻，然后让沙僧啊假装成卖羊的卖猪的。猪八戒说我又不知道那个刁钻古怪长什么样，怎么变啊？孙悟空说没关系，我知道。孙悟空一变成古怪刁钻，然后让那个猪八戒变成刁钻古怪，给他一吹，长得差不多。然后让那个沙僧啊再一变，搞这些猪啊，让沙僧赶着，然后去那个叫豹子山这个虎口洞啊。到了洞门口，哎，路上又碰见个妖。这小妖啊，一看见那个孙悟空，他以为是刁钻古怪，你知道吧？哎，他说，哎，刁钻古怪，你回来了，买到了吗？他是孙悟空，你看，对吧？猪羊那个沙僧赶着的，然后孙悟空就问他，你去干啥？哎呀，那哥们手上拿一个请帖，你知道吧？说我这赶紧跟那个老大王啊送请帖。孙悟空说老大王干啥？他说，哎，咱们办这个武器展啊，钉耙盛宴，要请老大王过来剪彩。好，这个《西游记》里面都是这样的啊，《西游记》里面那个妖怪啊特别敬老爱幼，敬老吃唐僧干这个干那个都要把这个，对吧？把自己的这个老不是舅舅，就是把自己的是妈或者把反正要接来，对吧？一起要同乐，知道吧？他不是自己偷偷的一个人高兴就完，不是这样的。都你看那个黑熊精不是搞那个那个僧袍嘛，袈裟，对吧？搞个袈裟宴、袈裟之夜，对吧？搞个品鉴会，好多那妖怪都这么干。完了之后，就把附近的啊朋友都叫来，对吧？开眼界，你都没见过吧？所以这个黄石金啊，就请这个老大王。这个老大王在哪里啊？在什么朱节山？孙悟空就知道了，然后说那就那个人就送进去了。那叫孙悟空他们就进了洞。进了洞之后，那个黄石金一看古怪，就是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两人，一看还带了个陌生人，这个黄石金不高兴了，这是谁啊？然后孙悟空就骗他啊，是吧？我们啊20两去买猪买羊，钱不够，还差人5两，这人跟着后面来讨钱的。那个黄石金一听，赶紧滚，给他钱让走，不要在这儿到东看西看啊！因为那个沙僧他们进来之后，到处东看西看的。然后这个黄石金就说那个刁钻古怪，说你看看啊，我们这个武器啊，我们这个钉耙是从那个玉华州啊偷来的拿来的，万一这人回去一说走漏风声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孙悟空说这个人他不是玉华州的，他是郊区的啊，他不会回玉华州，没事。然后这个孙悟空还说他没见过世面，让他看看，对吧？看完就让他走。那个黄石金一看，那就看吧。所以孙悟空啊，带着那个沙僧和猪八戒就找那个宝贝在哪？那宝贝的放光啊，所以一下就找到了。那个宝贝就放在那个钉耙放在中间，架在上面。这个两边一个是金箍棒，一个是沙僧的禅杖。就猪八戒一看见自己的武器，就克制不住啊，上去了。这个武器也是的，武器见到主人，立马就是端向奔赴，你知道吧？那武器呱就到了猪八戒手上，金箍棒就到孙悟空手上，然后他们就开始一拿着武器就开始现出那个原来的样子，就开始打，你知道吗？一个是钉耙，一个是金箍棒，在洞里就打开了，小妖打死不少了。然后那个黄石金一看坏了，赶紧，对吧？拿起武器就跟这哥仨打，结果打着打不过，这3个人打1个，黄石金就跑了，这猪八戒还追。孙悟空就说了啊，穷客莫追。然后这个孙悟空很厉害啊，也别管什么小美女什么之类的了，反正把那洞里一通打完之后，孙悟空说把这个洞给封上，用柴火堵上，把洞给烧着，然后一把火就把那个洞啊一把烧着。完了，这兄弟仨就回到了玉华州。到了玉华州之后，那孙悟空就跟这个州主说啊，对吧？把这过程一说，州主就害怕了。
为什么害怕呢？因为黄世金跑了，他就担心黄世金肯定要回来报复啊，对吧？他虽然很高兴，表面上看着很开心，武器拿回来了，对吧？妖怪也除了，但是还有后患。孙悟空看出来了，孙悟空说：“你不用急啊，不用担心，我啊自有办法去把他那个黄世金给干掉，因为我知道他去哪儿了，去了是，对吧？这个竹节山叫九曲什么盘桓洞吧，啊，说啊，今天休息啊，明天就去找他。”那国王一听，哎，好，很开心。那边黄世金啊，他就跑到那个叫万竹节山九曲盘桓洞，跑到那儿去了，找这个老王啊，老妖王去哭诉去了。这老妖王一看，哎，那个妖怪他们一看啊，哎，你不是已经派人来送信了吗？明天就去参加你的这个武器展钉耙盛会，那怎么这个时候跑来干啥？你不在家里操持这个盛会，你跑这儿来干啥？哎，这黄世金说啊，见那个老狮王就哭啊，说不知道啊，大王，我被人害惨了，我这几百年的家业啊，就被那个猴子被他们一把火付之入柱啊，这个整个烧掉了，连我这个小美人都给烧死了。那个老狮王一听，老妖啊，他叫九灵元圣。什么叫九灵元圣呢？对吧？他实际上就是个狮子王，有9个头，而且叫元圣。人家齐天大圣，他叫元圣。元呢？元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有原始的意思啊。就这个妖王是开天辟地就有元圣啊，他就说了，没事，我来替你做主。明天啊，说你黄狮金、青狮金，反正他那下面有六个狮吧，什么柔佛狮，一大堆的，反正都是狮子啊，狮子精。说你们啊哥儿几个明天去打那个鱼华州，然后那个孙悟空他们猪八戒可能他们3个一定会出来跟你们迎战。我呢，对吧？趁他们不注意，上去把唐僧一把给抓过来。那个尉迟敬一听，那个黄狮金一听，哎，靠谱，给我报仇。好，第2天啊，这个黑云压城啊，这个黄狮金就带着其他的狮子精去攻城。然后这个孙悟空一看，哎，城里面人吓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妖怪来了，你知道吧？赶紧往城里跑。而孙悟空一看，那个玉华州州主也吓坏了，他们没有见过妖怪啊，对吧？这真是多吓人啊！孙悟空说不用怕，带着猪八戒和沙僧一下飞出城外，就跟那个就干上了啊！这个战斗很有意思。猪八戒啊，好像是一个人打2个吧，2个狮子精，跟谁打不是，反正他手一软一滑倒地，被一个狮子精把他一叼跑了。后来是沙僧也被抓走了，也是不敌啊。只有孙悟空，然后拔出一根毫毛一吹，吹了好多猴子围攻那个黄狮精，围攻到黄狮精啊，结果那个黄狮精就被那个孙悟空给打死了，而且还逮了2个狮子精，大概是这样的，也多少不重要，反正逮了2个还是3个啊，黄狮精就死了。好，这个九灵元圣呢，就趁着混战之中啊，他突然出现在城头啊，他9个脑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一个脑袋把这个唐僧给叼起来，另外一个脑袋把那个州主给叼了，还有3个脑袋把那个3个皇子给叼上，直接就回到这个洞里了。这孙悟空他也绑了2个妖精回来了啊，打死1个，绑了2个回来。结果看，结果那这个师傅还有国王被人绑走了，然后3个王子都绑走，人家那些皇妃啊，那些都在那儿哭诉啊，说怎么办呢？这个国王被妖精抓走了，3个儿子也抓走了。孙悟空就说了，不要怕，说我也抓了俩，这个老妖啊，肯定不会这么就是不会杀那个几个人的啊，因为他有人在我手里。这个老妖回去之后也是的，老妖回去一看，这个黄世金死了，我那还有2个妖被逮了。那个老妖也是这么想，老妖说没事啊。这个老妖就说了，哎，这我手上有5个人呢，6个人啊，哎，沙僧不怕，说明天再去打。然后这个第2天啊，孙悟空又去找到那个洞了，是吧？他在天上飞的时候，就看见下面一个小妖不知道干啥，哎，那个妖就是那个送信的那个妖，知道吧？孙悟空就跟他后面，结果那妖到那个洞门口就进去不见了，然后孙悟空就在那儿开始骂，对吧？骂，然后那个洞里面妖精就跟那个九灵元圣说啊，说哎，大王不好了，孙悟空打上门了。那个九灵元圣一看，这怕什么呢？跑出去，对吧？结果孙悟空还没给他打2下，他一口把孙悟空叼住了，又把孙悟空给逮住了，跟这个猪八戒他们绑一块，全部捉住了。然后等到晚上啊，这个九灵元圣呢，哎，他要休息了，他跟那些小妖说啊，你们这个给我看紧了，他就吹灯睡觉了。结果这个晚上孙悟空啊，他就一变吧，他就一缩，他就从绳子里出来了，然后就准备给那个沙僧啊，他先解沙僧的那个绳子，把沙僧绳子解开了。结果猪八戒在那喊，他说我靠，你这不解我这个绑得紧，你知道吧？胖累得不行，不说你先解他，你知道吧？你知道先解我。结果那个九灵元圣听见了，说什么声音？然后爬起来，结果他灯是灭了，他就开始到处找灯点灯，那小妖都不见了。
小妖很多被孙悟空打死了，妖怪不多了，九灵神开始点灯。这个时候孙悟空一看不好了，啪跑了，自己跑了，打破门跑出去了。然后老妖把那个灯一点着，这一看，哎，猪八戒正准备跑，这个沙僧不见了。然后老妖就开始找啊，结果在那个墙壁边上看见沙僧了。沙僧先跑没跑了，给他一口又叼回来，又绑起来。这时候孙悟空就出去了啊，出去之后就看见这个什么啊，什么六丁六甲，什么他跑回那个玉华州啊，然后就六丁六甲什么那些神仙啊，暗中保护神仙出现了。孙悟空就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不去保护我师傅，跑这来干啥？”那人说：“你师傅在那里没事啊，大概这意思啊。”然后孙悟空就把那个山神叫出来，问山神这个妖怪到底是什么人，什么来路？那山神说：“这个是几年前啊，几年前。”这个妖叫九灵元圣，几年前跑到这儿，这地方本来是一个洞，这个洞里有6只狮子。这个妖怪一来之后，就成了6个狮子的祖师爷。那6个狮子就有一个是黄狮精，还有什么柔佛精，一大堆的6个狮子精。他就占了这个朱阶山九曲汤黄洞。然后孙悟空就说：“那他就是他背后有什么人啊？”哎，这土地神说不太清楚，你问问那个叫什么太乙救苦天尊。孙悟空一想，对呀，我有印象。那个太乙救苦天尊，他那个坐骑啊，就是9头狮子。你看这个9头叫九灵元圣嘛，也是9个头妖怪，肯定是他。孙悟空马上直接就上了啊，又上天。那个以救苦天尊啊，他是住在他叫东华门还东极门是吧？反正是南天门、东天门，对不对？他住在那个东边那个门。孙悟空去了，就直接找这个太乙救苦天尊。哎，孙悟空把这来龙去脉一说，那太乙救苦天尊马上就问那个童子啊，结果他那个在养那个坐骑的那个童子啊。叫他童儿过来，那童子还没醒呢。童子让他起来之后找那个他的坐骑啊，找不到坐骑。然后那个童子就问他童子怎么回事啊？童子说：“哎，我昨天吧，前天说那个谁送来一个什么仙丹一袋啊，什么药，不知道什么玩意啊，好像是太上老君送的啊，送来一袋什么药。这个童子贪吃，把它吃了。吃完之后这玩意就是醉3天，吃完就得醉3天。结果一吃就醉了，醉了之后这个太乙救苦天尊的这个坐骑啊。”就把链子咬断了，跑了。所以这个太乙救苦天尊一听，完了，肯定是他，赶紧去吧。然后跟孙悟空还有童子就到了那个朱阶山。这个太乙救苦天尊就说了：“孙悟空，你先把他斗出来，对吧？你先打他，把他搞出来。”那孙悟空就下去啊，又跟那个九灵元圣交手到洞里。那九灵元圣跟他打完，孙悟空就往出跑。九灵元圣出来，对吧？这个太乙救苦天尊就孽畜，对吧？还不限制人形。结果这个九灵元圣一看自己的主人来了，立马对吧，往地一倒，恢复了9头狮子的原形。然后他这个太乙救苦天尊那个童子啊，马上上去把锁啊，把那个坐骑一套，把那个就相当于马鞍一样的那些装备给他一披上，太乙救苦天尊往上一坐走了。然后孙悟空就进去把猪八戒把他们一救，又一样的啊，把那个洞啊给他一封，然后里面放一把火全烧了，然后带着唐僧啊，还有那个周主是吧，还有那个三个儿子回到玉华州。就这么个事啊，就是钉耙盛宴。那这个九灵元圣太乙救苦天尊为什么跑这儿搞一出，对吧？这个就是咱们开头说的，因为他们师徒离灵山越来越近，整个取经工程已经就是说胜利在望，马上就要取得圆满成功。这个时候各方势力啊都要出来，对吧？要分一杯羹，对吧？来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，对吧？前面是玉帝，对吧？要给佛祖让他知道厉害，摆正位置。这个是道家，对吧？也来教育一下，对吧？你这些人让他摆正一下位置。这个太乙救苦天尊是什么人呢？实际上，这个咱们这个《西游记》啊，这神话小说里面，它那个神仙系统也不是特别严丝合缝的，它是比较乱的啊。它个神仙系统啊，就是太乙救苦天尊，他跟那个三清啊，好像也差不多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他比较乱，有的人后世啊说，有的说太乙救苦天尊是元始天尊的徒弟，有这么一说的啊，也有说他们是一起的，平级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不重要，总之他是道家的啊，他是道家的，而且是道家非常重要的一个人。你看看他的坐骑下去，坐骑都没带法宝啊，对吧？你坐骑下去，孙悟空根本就打不过，对吧？见到孙悟空一口就把他叼走了，那这孙悟空都没反抗这个余力啊，对吧？见到他们就一口一个，他这9个头啊，一口一个全部叼走，没有打的这个就都没有出手机会，就是说随便啊，我的坐骑去就完了，你知道吗？都没有用什么法宝，对吧？用这个那个都没有，就坐骑去展示一下，秀一下肌肉，对吧？让你们知道。而且啊，他不仅把这个唐僧这个取经团队给他叼走了，他还把那个州的主人，对吧？加上3个皇子全一把叼走，
就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把那个玉帝和佛祖一起摩擦，对吧？如来和玉帝啊都摩擦，因为玉帝对应的就是那个周主人嘛，他们应该呼应的，知道吧？一个管天上，一个管地上，对吧？就道教就说你们俩，对吧？别在那儿跟我眉来眼去的，勾肩搭背的，以我不知道什么，对吧？差不多就行了啊！你这取经工程啊，对吧？没有我们你也成功不了。所以你看九头元圣把这个完了，他还富有3个头呢，对吧？他没东西掉，这把他所有的叼走了，对吧？一把叼到洞里去。就是道教啊，向这个玉帝和佛教，向玉帝和如来佛，对吧？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态度。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情节啊，就是为什么这个盛宴武器展给它命名为钉耙宴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叫金箍棒宴，对吧？或者叫那个，或者是那沙僧的那个武器啊，法杖。这里面也有说到，就像那个珠海行长，对吧？人苏武七去了啊，苏武七在那抢眼。为什么叫钉耙宴啊？它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钉耙呀，看上去高级一点，对吧？金箍棒看着就普通嘛，这根棍子，你知道吧？那个钉耙好歹金光闪闪，而且那个钉耙9尺，完了这个无论是工艺还是材料还是人工成本，对吧？那个钉耙当年是6钉6甲，在那儿煽风点火，炉子里前面上风啊，往里加煤加那个燃料，完了老君啊。太上老君亲自一锤一锤敲出来的，敲多少锤啊？对不对？这人工成本得多高啊！这钉耙，所以说啊，这个钉耙最亮眼，你知道吧？那实用先不说啊，最花哨，所以叫钉耙会，把钉耙放中间啊，金箍棒和那个什么那个沙僧的那个叫禅杖啊什么，放两边，对吧？钉耙最重要的位置。第二个就是这第一个说的钉耙本身恐怕也好看，对吧？上档次啊。第二个就主要是凸显地位，就这个钉耙呀，对吧？它的出身，它的对吧？叫穿透下去，它最终是跟太上老君有关。那个定海神针啊，对吧？那跟谁有关呢？对吧？还有这个沙僧的那个武器跟谁有关呢？总之，猪八戒的钉耙是道教的，这没毛病啊。从头到尾都是道教的这个产物，太上老君亲自打造的，哎，太上老君亲自选料、亲自设计的，对吧？那不就是道教的吗？对，所以这个就代表道教，把道教放中间供着，叫钉耙会、钉耙宴。说白了就是崇尚道教，对吧？道教是老大，你们都识相的，就这意思啊。这个太乙救苦天尊来了之后，啥话都没说，把那个九灵元圣一招走了，也没有说跟那个大圣说，哎，客气一点。大圣也没有说，以往孙悟空这个时候都要骂他，哎，你家教不严啊，你管得没好，你下面人在这干坏事，你想一走了之是吗？啊，那以前啊，金牛金的时候，还有那个什么银角大王、金角大王的时候，对吧？那个不都是太上老君的那个童子偷了好多宝物下来了吗？孙悟空把那宝物藏了之后，那个太上老君还跟他要，对吧？你把东西还给我，孙悟空不给他，对吧？这一次你看看，很显然气氛就不对了。那么那个纯粹是太上老君是看这个观音菩萨的面子，来掺和一下啊，来考一下。这一次不是了，这一次是真刀真枪的，是来给你颜色看一看的，不是来给你啊友情客串，对吧？来给你增加一难、增加 KPI 的，不是。这一次是真正的这个是来相当于展示实力的。所以孙悟空啊也不好再说太乙救苦天尊，说你怎么家教不严呢，对吧？这时候不能说这话了，人家来就是给你颜色看的，让你们知道，把位置摆正，对吧？所以人家来二话不说把那九灵元圣招走，剩下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警告，对吧？你们小露一手，对吧？取经成功不要得意忘形，要夹着尾巴做人。猪八戒大喊，是不是给九头狮子报信？记住对，是吧？这一集里面就不像以往啊，对吧？以往都是要吃唐僧肉，你没发现这一期里面唐僧是次要的，对吧？唐僧终于不是主角了啊？妖怪以往妖怪都要吃唐僧肉，也长生不老。这九灵元圣，九灵元圣呢，对吧？我们叫齐天大圣，人家叫元圣，一下就比他高级好多，你知道吧？这根本就没有说提任何一个说要把唐僧给吃了，没有，整个的就在捧这个钉耙，对吧？整个的都在烘托这个钉耙，烘托钉耙，捧钉耙，不就是捧道教吗？是不是？差这个原始就是太乙救苦天尊，这个九灵元圣就差把话挑明了，对吧？你们要尊重道教，老虎不发威，你当病猫是吗？不就这意思吗？坐骑里面的劳斯莱斯是，怎么说呢？坐骑里面可能是九灵元圣最厉害的，这《西游记》里面啊。佛儒两家一个能打的都没有，不能这么说，你不能这么说，没有直接交手，你知道吧？一个能打的没有，这不能这么说。八戒2次捣乱，应该是知道道家派人了，不去找观音菩萨，那找观音菩萨怎么办呢？找观音菩萨，观音菩萨也得
对吧？还得让他去找那个谁去。道家的战斗力和菩萨比谁强？这个没有谁强谁弱。但是《西游记》的设定啊，它的设定里面就没有说道家、佛家谁厉害，没有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他那不是武术，你知道吧？他们是法术，好吗？更重要的是法术啊。总之啊，越到灵山，灵山越近，斗争越激烈。有没有发现？前面你看这个，越到后面，你把前面一对比，你就发现前面充满了松弛感，对吧？松弛感。你到后面才发现，这个斗争是越来越残酷，越来越激烈，越来越赤裸裸啊。后面金平府那更赤裸裸，对吧？就越到这个灵山，越到核心区，越这个魔横行啊，灯下黑，知道吧？对啊，前面70多回那都是很有松弛感，知道吧？这后面斗争那是非常，后面是神仙之间斗争，知道吧？后面都已经不是孙悟空和妖之间的斗争，是后面大佬之间斗争，神仙之间的斗争。对，越离灵山越近，水越深，黑幕越多。你想啊，你把它串起来想，前面是灭法国，就把和尚都杀掉，后面是叫凤仙郡，这两个就体现这个玉帝啊和这个佛祖之间斗争，内斗是非常激烈的，都是在抢地盘。显然啊，玉帝是拿下了灭法国，对吧？把和尚都杀掉，都不信佛，对吧？那个皇帝，孙悟空还说了，他说这个皇帝啊，这个灭法国国王是个真龙天子啊，虽然他杀和尚，但他还是个真龙天子，那就说明他跟玉帝之间，对吧？得到玉帝认可的，他把和尚都杀掉，那地方敬佛，你灵山脚下不敬佛，哎，到了凤仙郡呢，反过来了，佛教占了上风，对吧？把那个供玉帝的桌子给掀翻了，不供玉帝了，不敬天敬佛，所以玉帝给他3年不下雨，以后也不下，内斗就这么激烈，表面一团和气，底下暗流涌动，传力。对，说太对了，就是制衡，各种制衡，对吧？